过来是台南，昨暝传出着庆声。台南市的警方伫安平区一个路段要查一个赛车的通缉犯，结果对方是催速度绕跑，远景骑警用的机车一路一直绕过3个行政区，因为惊会威胁到用路人的安全，所以上准这个车链开2枪，车顶2个人车跌的赶紧走。警方先抓到车主，4点钟后，通缉犯主动来投案。远景桥特摆吹油门，连续头前一台白色的轿车，白色的轿车一直加速，佮一直换车道。后来趁嫌犯的车辆和头前车踢的时阵，远景喊甲查落去。赛车的查甫人唔停车，远景随驾枪对车辆倒边的头前链甲正边的后链开枪。昨暝7点多，台南市第2分局的警方伫安平区安益路甲平衡路口发现一个强盗通缉犯驶一台白色轿车，警方随便甲查落去，对方拒绝拦查，佮遭互警采救。后来警方开枪阻止其逃走。为防止该车对远景及往来民众危害，遂对其车辆左前轮使用警枪射击1发，该车能加速试图逃逸。远景再向右后车轮方向射击1发。落尾车顶2个人因为车链着枪，将车弹的主引走。过无偌久，警方伫安中路找到嫌犯的车辆，倒边的头前链拢无去，敢若剩免轻。当时也伫车顶一个姓柯的查甫人，就迷伫咧附近的草坡。过无偌久，也互找到，当场互操登去保护管束，而且出动4由嫌犯到案。问话了后，依照妨害公务加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